我在找你呀。你少来！干嘛把自己包成这样子啊？因为我英俊的相貌只能为你一个人展现。这猴子难道是转性了？哎呀，此地人多眼杂，我是小心点比较好。要是被青霞发现，那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哎，小春春啊，你累不累啊？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你不热啊？废话。二位客官，房间热水已经准备好了，吃完饭就可以上楼歇歇了。好，不用找了。谢谢。二位客官真是清新脱俗，贵气非凡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不知可否明示高姓大名也让这小店沾着二位的光啊。桃花过。哎呀，我们就是普通夫妻。他呢叫桃花，我叫过关。二位真是郎才女貌，般配的很呐。那不打扰了，二位请慢用。干嘛要骗人啊？干嘛要隐瞒自己真实身份？我春三十娘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没有什么好机会。唉，没办法呀。曾经，我有多大的努力去得到这个名号，现在我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放下它呀。为什么？废话，万一我的行踪暴露出去，警察追查过来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！因为啊，我要放弃原来的我，给你个全新的自我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其实这么看他的样子，也是小鲜肉一枚呀。等等，我在想什么？小春春啊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这颗小花生呢，有一个小苍蝇刚刚爬过，我猜你一定喜欢啊。你还是自己吃吧。我呢，喜欢直接一点。我家花果山呢，请你吃的。小李，原来不是你呀！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是很美的。嗯，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水帘洞。
下就不用怕被姐姐追杀了。盘丝洞，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。哼。我真是神经病，青霞怎么会藏在这里呀？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在找你呀！你少来！我会在那儿吗？撒谎不能！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找啊。你又想骗我？哼！我看你是在躲什么人。事到如今，既然你发现了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你了。其实那天从藏妖峰离开之后，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，有一个人让我一直忘不了，我感觉他的身影就在这附近。我就知道，又是一个女人。不是女人，是我的那个手下。当时场面那么混乱，我猜他一定死在半妖的手下。想他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如今却尸骨无存。作为老大的我，当然心怀愧疚，所以我感觉他一定阴魂不散，一直跟着我，就在这附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手下的魂魄一直跟着你？对。这样吧，帮他做个超度，超度之后他就可以投胎转世，就不会跟着你了。哎，这样也是不好，毕竟我们主仆一场，我也不想再也见不到他。拜托，如果做法事能送走青霞的话，我早就念1万字经了，好吗？想不到他还有如此有情有义的一面，刚刚我错怪他了。夏晨晨，这边还挺热闹的。那当然。那只小猪好可爱。哎，可爱呀，像我呀。你像什么猪啊？你是只猴子。不好，是青霞，快帮我挡一挡先。你没事吧？孙悟空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为了，请记住，不管何时何地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藏妖峰的蟾蜍，小客栈的花盆儿，有人疼爱的感觉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啊，还好不是青霞，太吓唬人了，此地不能再待了。哎，小春春啊，不如明天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你刚刚跟我说的话，都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没有一句假话。要不然，如果你喜欢这儿的话，我也愿意一起陪你留下来。不，我们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小春春，你要带我来的地方是墓地啊？这是要跟我一起死啊！想我春30娘纵横情场，阅人无数，但是你呀，却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男人，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。这个眼神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了。没错，就是这种眼神。Oh my god， 他真的爱上我了，情意绵绵，欲罢不能。但是这样发展下去，往后就是无穷无尽的要求和因为失望而带来的恨意啊 ！What I gotta do？ 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
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回家？哪能啊，小春春，这个呢是我这辈子最愿意的事情了。可是你刚刚脸上明明写着不愿意。幸福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我要缓一缓。那我们就回家那个慢慢缓吧。喂，哎，小春春，小春春的。请吧。我的小春春啊，这个毕竟还是你的家嘛，不然你先请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怕黑吧？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隐瞒你了，我必须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。什么症？我知道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有勇气、有担当，应该为你遮风挡雨，给你一个完美的好媳妇。可是我恨呐，我恨我自己没用，我恨我自己攻克不了自己的心魔。我只要一看到黑暗狭窄的地方，就会控制不住的心慌、气短、四肢哆嗦，无法呼吸。哎，猴子！呀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奇怪的毛病啊。那我是不是把家变大变亮，问题就解决了呢？ Good idea， 什么意思？好主意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去去就回啊。嗯。